价跟也涨，数量也在涨，数量也在涨。没那么快，还好，那个2块都不排斥。因为你做速度会不会比较快嘛？还是快？做出演我们有点能力更高。对，一下子，因为有的人都有可能没了。中继币嘛，改变。嗰個咪嗰個係咩咯？你就發現開係上你係攞經驗啊嘛，嗰啲政府人咧再上做呢邊遮目標。而家好多人就係咁樣攞啲資料啊嘛，阿妹話負責大義工啊，嗰啲大義啱而家好做呢啲咯。咪就要啲大型 event，譬如你啲大型 event 啊，喂，好似有時你做啲大型 event，譬如睇佢嗰啲 band 踢波啊。而家我諗佢話佢範疇就係安排啲義工企位啊，位啊，啲人啊，可以管理嘅喎。俾原本係俾人，佢原本就唔係嘅，佢原本係俾人哋嘅喎。係啊，佢啊跟住咧安排喂唔得喎，你有同嗰個睇下邊個唔係好啲咧，我啲位唔好，你叫人哋嗰邊。唔係好係大啲啊，喺入邊喂左點右點啊，喂有睇場，喂企得唔係夠好啊，即係叫人哋一去到係。喂你好似你嗰邊爭少少啊，邊個喂，我就想去攞睇下佢哋合唔合。我成日想，佢就想做呢啲嘛。係啊，好多出邊都係真係。